生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4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4页。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2节。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2节，就是解说甲生一切上即心，就是解说甲迄个所在。即马应该呢，爱来刷落解说下面。下面就是离一切上即佛，五欲其说，强极不尽，天五其曰。天五期中间呢，一个句号，这个应该毋免，就是讲这个圆箍啊呢，应该甲提掉。讲即心明慧即佛内定，定慧定持意中清净，五次法门由你实性，用本无生，上修实证，法海言下大悟，以其赞曰：即心原是佛，本我而自屈，我知定慧因，上修离之物。即马就是要来解说这段。这呢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师随缘教化众生的一部分，就是有一位法海法师啊，是潮州曲江的人，伊最初来参礼慧能大师，就请教慧能大师对即心即佛的道理啊无了解，希望慧能大师呢会当来甲伊指示。所以慧能大师就甲伊讲啦，讲真念不生就是心，后念不灭就是佛，会当好生一切相就是心，也离一切相呢就是佛。但前面啊讲甲生一切相即心，生一切相即心的意思，那是依照唯识宗所讲呢，就是三界为心，万法为识。就是讲一切呢，拢就是为心，拢就是为识，就是由心识所变现。那是依照圣宗所讲啊，就是真如随缘显现世间的一切，所以啊，会当后来生一切相，就是属于真如心，也就是啊，属于特别有难识。今啊进一步说明，讲离一切相即佛。离一切相就是讲会当后来远离一切相，会当后来远离一切相呢，这就是佛啦。安怎讲做离一切相就是佛呢？就是讲咱要来学佛，就爱学这个无心。是咱看做无心呢？这个无心就是讲无有这个妄念分别心。会当后来顿实自然就是讲对外面的攀缘心，会当后来甲伊去掉，毋通去了妄想的分别，爱教甲无人、无我、无贪嗔、无情爱，
无信佛，会当回来离一切相。若是安尼呢，就是本来清净佛。在这部《六祖坛经》这个所在念要讲心，念要讲无心，咱对于这个心，或者是讲无心的意义，若是无真正清楚的了解呢，可能变成讲甲伊混乱去。在前面既然甲伊讲做生一切相的，就是心。也哪呢？就是讲有这个心的存在，不但是有心的存在，也必须有这个心的存在呢，才会当互来成就了世间的一切。为什么说来讲离一切相即佛这个所在？甲人讲爱学这个无心呢，岂毋是相反呢？但咱必须要了解。对于这个心，在咱佛教所讲，就是有真心，有妄心。生一切相的心，这呢，应该是一种的真心。也离一切相即佛所讲的爱学无心，就是爱无迄个妄心，就是讲远离了妄想心。不过前面迄个生一切相即心的这个心呢，若是用咱世间的妄法讲起来，当然也会使用这个妄心所讲。就是讲，由于有这个妄心所以才变现了咱世间或者一切妄法。就等于讲，咱暗时为什么有迄个迷茫境就是你心有迄个迷茫的心。有迄个迷茫的心呢，才有迄个迷茫的境界走出来。用这方面来去甲解说呢，当然也是同款解说会通。但事实上，在前面所讲的生一切相即心，这个心应该呢，就是爱用唯识心，或者是讲真如心的说明。也对于这个离一切相即佛，叫咱爱学这个无心就是爱把向外攀缘的心呢，给去掉。那不但是讲爱给去掉，爱随时来给断绝，唔是讲慢慢给去掉，因为这是属于禅宗顿教的法门所以呢，就唔通生起迄个妄想的分别。爱到这个无人我的境界，唔通分别有一个你，分别有一个我，也唔通贪爱真非，也唔通有一个我赢你输，或者是你赢我输的这款的竞争心，爱远离了一切相就是讲对于这个外面所有一切的境界拢爱甲伊远离。伫遮所讲这个远离，并毋是讲撇开啦。所以远离呢，就是讲咱心呢，爱到迄个无分别的境地。也哪呢？就是会当恢复了本来清净的佛性。所以才讲做离一切相即佛。凡是佛一定就是远离了一切相。所以下面慧能大师就讲啦，讲五欲技术强极不尽。讲对于这个即心即佛的道理，我若要讲完全来甲解说出来，也哪呢？强极不尽。极这是时间长的，对于这个小劫来讲呢，一小劫是1680万年。强劫就是讲强尽了这个劫数，就是讲费了非常久的这个时间要来去讲我那是同款，互你讲袂尽，安尼叫做强劫不尽。
意思就是讲，这个道理太深，道理呢也太济了。所以，唱书是经过了非常久的时间，要来说明这个道理，也是说明袂当真。再讲做强极不真。下面讲天无记曰，这个天无记曰就是讲，恁呢爱来听我来讲这个记，就是讲叫这个法海爱听伊来讲这个记。这个记是啥物呢？讲即心明慧即佛内定。即心明慧，讲这个心呢，就是慧。这个慧就是智慧了。即佛内定，讲这个佛呢，就是定。所以禅定智慧也就是心。也就是佛，讲定慧定持意中清净。讲对于这个禅定甲智慧，会当好来平等，会当来修持。也哪呢？意中就是清净。这个意中就是心中啦，就是讲心中呢，就是会当来得到清净。伫遮所讲的即心明慧，就是讲咱若是无起一念，这就是定咯。也呢，这也就是心。但是这个心呢，会当好常常来照这个境，所以呢，名叫做讲做慧。伫遮所讲这个心，当然就是咧指这个真如心、智慧心。这个真如心本来呢，其实有迄个智慧。这个智慧当好照了种种的境界，所以心呢就是慧啦。事实上，这个定甲慧是同一个体，只是迄个名呢有所不同而已。下面这个即分内定。即份内定就是讲，会当好来离一切相，这就是佛。会当离一切相，当然心就定啦。因为你着一切相，心唔才会乱啦。你既然是离一切相啦，心就是定。那么前面讲离一切相即佛咯。离一切相就是佛。就是定，这个定是慧的体啦。定就是智慧之体。所以伊这个名虽然是无共但是呢，禅定智慧，用伊本体讲起来就是一个。咱必须了解，讲着做慧能大师伫遮所开始的拢是站在伊迄个本源佛性，就是讲。对迄个最根本来说明，所以呢，禅定智慧啦，用理讲起来，完全都是同一体。下面讲定慧定持意中清净，就是讲禅定智慧必须爱来平等修持，安尼叫做定慧定持。在《顿悟入道要问论》有一款的问答，就是讲有一个学者，就是讲一个学人来问禅师，讲如何是定慧定学，就是讲啥物是叫做禅定智慧来平等来学习呢？迄当时阵禅师就甲伊讲啦。讲这个定是体啦，慧呢是用，所以这个定这就是咧指心的本体所讲。因为用真如心讲起来，这个真如心，这是不生不灭、不来不去、无动无摇，就是讲一种的这个淡然不动的所以心的体就是定。
但这个心虽然是讲伊的体不动，毋过呢，却毋是讲像石头、像插头讲袂叮当，有个作用。这个作用是啥？就是对这个一切事物照料之用。所以这个慧呢，就是将伊的心的本体所起作用。所以呢，这名叫做慧是用。讲在伫咧修学迄个时阵是将定的本体来发起了智慧的妙用。也这个智慧妙用又搁再回归于伊这个智慧的本体，就敢若像讲迄个水甲迄个波浪一体无有迄个前后共款。你看咱海里迄个海水甲迄个水泡，迄个海水若是无风伫咧透呢，静静静，风这个透起来了，就变成一个波浪，变成讲将迄个水呢变成波浪。但是这波浪若是风若是搁静落去迄个波浪就搁再搁无去啦，就搁再变成这个水。所以这水甲波这是一体无前无后。所以这名叫做定慧定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在《法华经》有安尼讲，佛自主大乘，如其所得法，定慧力庄严，以此度众生。讲这个佛自己呢，将这个心安住在大乘，就如其所得之法，有这个定慧力的庄严，以这个来度众生。咱必须了解定甲慧呢，敢若像迄个车的两个链，也敢若像迄鸟的两只翅。假如讲你若是偏在一边来去修呢，就对在这个邪见颠倒。所以在经典来讲啦，讲假如你若是偏修禅定福德，无来去学这个智慧就变成愚痴。你偏学这个智慧，无来修禅定福德，名叫做狂。也这个光辉或者是讲愚痴的过失虽然是讲各个不同，但是呢，因为有邪见的轮转这是无差别。假如讲你定慧若是无平等，安尼呢，就是袂当好来得到修行的圆满。哪里会当好来得到佛的果位呢？所以在经典就安尼讲咯。讲声闻圣人伊的定力较济，所以袂当好来见到佛性。也十诸菩萨呢，智慧力较济，虽然见佛性也袂当明了，唯有诸佛伊的定慧的力量共款，就是讲平济所以才会当好了了啦，见伊佛性。那这就是说明定慧顶持的重要的所在。讲假如你若是定慧的当来顶持呢，就意中清净这个意中清净就是讲在心中呢，就当来得到清净。讲悟处法门由你习性，讲你会当好来悟到这个法门呢，就是由你的习性。比较所讲这个习性就是研习修行之性。本来这个习性是咱一般所讲的习性，大部分拢讲你歹方面去。不过对这个歹方面，咱所讲就是习气啦。这个习气呢，也就是一种这个习惯。那这个习气、这个习惯，咱即马来讲这个习气的意思，就像讲一个迄个甕底一个甕咱底这个酒。也本来这个甕若是无底酒迄个时阵呢，无迄个酒的味。
迄个酒若是地愈久啊，迄个翁仔迄个酒的味就愈重。虽然是讲迄个酒拢做即摆甲倒掉，拢食了了啦，但是迄个翁仔你过来甲浸水过啊，样甲洗呢，迄个味也阁调咧。这呢就是一种习性。所以这个习性就是讲经过年久月深，来去甲伊分析的一种的迄个性质，名叫做讲做习性。当然，这个习性呢，要好的，要歹。咱以一般社会人所讲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你着真正一个歹习惯。这个歹习惯就是讲歹习性。或者是学了一个人，哎呀，某人伊的习惯真好呢，那就是讲伊呢是好的习惯。伫遮所讲呢，有你习性，就是讲你会当悟到这个法门啦，乃是你过去呢有修行来的一种这个习惯。就是讲一种好的这个习性啦。这当然毋是歹习性。对着做慧能大师所讲这句话。已经真正明白，只是咱讲，咱若是要来悟到这个法门啦，必须爱不断去甲修习。所以咱必须了解讲，六祖慧能大师，伊虽然是属于顿禅，就是讲顿教禅宗的法门，但是这个顿教禅宗法门，我咱是经过年久月深所累积来，并毋是讲六祖慧能大师讲。过去拢无种一点仔善根，对佛教拢无接触，拢无修行。哇！随时听到金刚经就会当了悟，随时就会当好来开设到这个顿教的禅宗法门。所以以六祖慧能大师甲神秀大师讲起来，若是单约这世人讲呢，这个神秀大师亲近五祖弘忍大师的时间较久。六祖慧能大师亲近的只不过是8个月，但是神秀大师呢，伊也搁在修行的阶段中。慧能大师呢，一问正悟，五祖就将法传开。那咧讲起来，好像讲一个奇迹啊，一个真正稀奇的代志。毋过，若是按咱佛教讲起来，这并无什款的稀奇，应该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。过去生世世，毋知修习偌久的佛法来，就是顶遮所讲的习性。神秀大师在这世人虽然是讲亲近五祖较久，但是呢，过去生中啊，对佛法的缘一定呢无六祖的深，所以呢，伊也搁在修行中。六祖慧能大师已经到位啦，已经修行到业。所以咱呢，毋通以为讲，咱食无三杯硬菜，就当好上西天。坐禅呢，坐无三工，咱就要来明心见性。佛法这本来呢，就是一步一步来。佛法呢，并毋是会当互咱来跳级的。那必须呢，有到甲迄个功夫，有到甲迄个地步，才有迄款的表现出来。所以伫遮所讲五此法门啊，有你习性，这两句话呢非常重要。下面讲用本无生啊，上修是正。这个用本无生的这个用呢，就是讲起迄个作用。讲起迄个作用，本来呢是无生啊。这个用本无生啊。还过来进一步说明，心的本体是淡然不动，咱家叫做讲做定啦。将这个体呢，起迄个智慧妙用，名叫做讲做慧啦。这个慧，这是种智慧的妙用。但是这个智慧的妙用呢，乃是即义相照。就是讲，将迄个寂然不动的本体中，常常起迄个智慧照了。这个定来讲呢，就变成照义相即。虽然是讲常常起迄个智慧照了呢，却是
常常都是寂然不动。啊，这个寂就是一种的无生无灭。由这个无生无灭所起的作用，这个用呢也是同款啦，无生无灭。所以当后来照伊相即，这就是叫做一体的正法。对这大道理，我怎过来补充？所以叫做用本无生。那是讲咱人咱的这个心，若是要起作用，一定啦，有一个心的升起。譬如讲我起一个心，要来讲经，或者是咱各位呢，发一个心要来拜佛，发一个心要来去布施做功德，发一个心要来念佛，这就是有一个心生起。有一个心的生起呢，才有迄个作用走出来。所以咱一般的人叫做讲做有作意。但是咱有体悟到智慧本体的人就无作意。那这个无作意就是讲，虽然有一个作用啦，但是呢，无这个起心动念。这个无起心动念，甲有起心动念，我现在是搁再讲一个真简单的比例。比如讲，咱电火咱若毋爱用，甲伊关掉；要用的时，开关才甲切开。那就是讲，你有切开迄个电火才有作用。另外，太阳光就毋是啦，迄个太阳的光无论是日时，无论是暗时，拢共款，拢伫咧有迄个光照出来。而且这个光呢，伊是无有起一个心念，讲我这个光就是要照什么所在，什么所在毋爱甲照，无安尼。无论是清气的、垃圾的、水的、歹的，好人歹人，太阳光共款拢甲伊照。那这就是一种无心的作用。这个无心的作用，这就是咧譬如咱的心体的作用。咱的心体的作用也是共款是用这个无心的作用。所以这用本无生就是咧指咱的智慧的本体的作用呢，乃是一种任运自然的作用。下面讲相修是正，这个相修就是讲智慧禅定会当来相修，安尼这就是一种的这个正。所以嗰种正就是讲，这呢正是一种的这个正法。咱心地若是无乱，这是属于自性定；心地若是无痴呢，就是自性慧。若是当安尼呢，就是任运自如变成讲直照不疑那么这呢，就是顿到禅宗的正当修习的法门，所以名叫做讲做用本无生，相修是正。注意听先听讲，因为咱今仔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长远。